一早叫咗你哋冇買坦洲嘅二手樓啦，你哋就係唔聽。依家好啦，依家新樓咧仲平過二手樓啊！好似今日我哋睇呢個單位啦，93個平方啊，足足幫你做咗成4間房，使用率100%。嗱，早期高峰咧去到150-160萬嘅，依家你估下幾錢？最平嗰套咧89萬就可以攞低啦，9000零蚊個平方。全屋咧係帶埋裝修嘅，而且咧並唔係話咩山卡拉嘅地方啊。出嚟陽台咧可以睇到啊，樓下啲商業街咧亦都係比較旺嘅，加上咧樓下都有巴士總站啦，可以翻到拱北關口嘅。南北兩邊咧都有窗啊！嗱，我現場咧打開咗兩邊窗咧，十分之通風。嗱，再講多次，93平方總價最低89萬，首期咧13萬，月供咧都係圍到3100幾嘅啫。一共咧你可以買到成4間房啊！所以如果喺坦洲睇緊二手樓嘅朋友，我勸你真係唔使睇啦。咁樓下咧亦都有翻去拱北口岸嘅專線啦，樓下仲有醫院啊同埋公園嘅生活配套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成熟啊。街市咧亦都係附近嘅啫。咁如果話你喺香港嘅朋友咧，都唔使驚，因為樓下咧都有香港嘅專線巴士翻到去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嘅。去到山姆會員店咧，講緊咧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約睇啦，或者發資料俾你睇。Thank you。